近期喺元朗市中心蚊型酒鋪開到成行成市，當中唔少都係專門賣德國同奧地利品牌嘅啤酒。入夜之後，呢一啲蚊型酒鋪搖身一變成為露天酒吧，擺放喺鋪外邊行人路嘅台凳，經常都坐滿客人，認真生意興隆啊！不過原來呢一啲喺夜晚變身為露天酒吧嘅酒鋪都冇攞酒牌，有違法之嫌喎。有酒鋪嘅店員就辯稱，佢哋只係賣酒，並冇喺店入邊提供地方俾客人飲酒，因此唔使申領酒牌。至於霸佔酒鋪外嘅公眾地方做生意，店員就話冇有怕，只最多都係俾食環署控告阻街，罰款咪當交租咯。不過呢一啲酒鋪自以為可以走法律啦，避過繁複嘅酒牌申請程序，其實係相當不智㗎。有律師就表示，呢一啲酒鋪喺店鋪範圍賣酒，又喺鋪外邊提供台凳俾客人坐低飲酒，等同將營業範圍延伸到街外，營運形式亦都等同酒吧。如果冇領取酒牌，已經屬於違法；而霸佔公眾地方經營業務，就更加係罪加一等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